好，咁我開始答問題啦。我想用另一個角度去見到自己 ，OK， 或者 Morgan Freeman 咯，因為我係佢 fans。係，即係佢係不斷揾人傾偈嘅，咁佢就 warm 完㗎啦。你如果俾我揀，我梗係揀啲 hyper， 即係少少 hyper 嘅開心狀況咯。即係縱使你喺 rehearsal room 已經我爬過座山1萬次都好啊，到你企上台嘅時候，你始終都係由山腳重新爬過咯。嘅人嚟講，即係兌咗幾杯咖啡之後嗰啲狀況咯，好積極嘅個人。做好多 preparation 就係衝出嚟做一個鏡頭，可能個鏡頭唔係好長啊嘛。舞台表演要小心好多嘅。哇！如果你的生活是一部電影，你覺得會是什麼類型？誰會演你？我覺得會係 sad 地，但係又有啲 humor， 但係又會有啲時候喺呢個好光明嘅狀況之下，即係陽光燦爛之下，會有啲 dark 咯。我會形容係Woody Allen 加埋 David Lynch， 明我意思嘛？好，邊個會演啊？佢就話邊個會演我啊？真係大鑊啦！我真係諗唔到喎。我其實好中意咧，我睇相咧，即係譬如有啲活動又影咗相咧，我好中意嗰啲相咧，就係喺啲活動裏邊人哋做記錄喺側邊影嗰啲相，又影到我啊！譬如我上堂，跟住有人走嚟影到我，我好中意睇嗰啲相嘅，因為咧，我想用另一個角度去見到自己，我覺得好有趣。我覺得會見到真實啲嘅，其實喺呢個世界上面，其實喺唔係純粹係人哋眼中啦。我估喺呢個世界裏面，究竟我係點嘅咧？唔係我呢個好主觀地去覺得我係點，係用外邊咁去睇翻自己，究竟我係點嘅咧？我係好想知嘅，所以我好中意嗰啲相。咁就所以我真係唔知啊，大佬，我冇法子從外邊睇自己，點知為邊個演咧 ？Nicolas Cage 咯，OK， 或者 Morgan Freeman 咯，因為我係佢 fans。你有沒有在台上忘記台詞？當時怎麼補救？梗係有啦，我諗所有做表演嘅人都試過啦。我試過係出咗去之後吉晒添啊！即係一開聲，跟住冇晒咯，個腦裏邊清咗，乜嘢字都冇，好恐怖。點算啊？通常你如果你記得一啲，咪講出嚟咯。講咗之後就會引發你記翻嘅，同埋你嘅對手好咧，佢都會嘗試幫你嘅，佢會有辦法執生去提你嘅，咁咯。係啊，但係無論如何都要繼續落去㗎啦，所以點都要做咯，冇計，冇咩方法㗎，做多啲準備。當需要多次演出相同的戲碼時，你如何保持新鮮感和創造力？我諗呢個就係 ChatGPT 所謂嘅認真嘅題目啦，應該係即係重複咁做同一套戲，你點樣保持新鮮感同創造力啊？呢個咧。我上堂成日都講嘅，其實演出就係好似爬山咁啊！我成日都用呢個 metaphor， 就係你每一次行出去，你都係重新爬過嗰座山。即係縱使你喺 rehearsal room 已經我爬過座山1萬次都好啊，到你企上台嘅時候，你始終都係由山腳重新爬過咯。咁所以嗰日爬成點其實唔知㗎。Live performance 好睇就係咁咯，放鬆咯 ，enjoy。開嚟開去都有啲認真問題嘅喂，有一條玩㗎，終於都我諗佢覺得 GPT 覺得係玩嘅呢條應該。如果可以跟任何一位名人交換聲音一日，你會選擇誰？點解？聲音啊，聲音啊，名人啊。我會諗，我第一個諗起係招世亮咯，
唔知你識唔識？佢係好多年前合作過，因為我合作過一段時間嘅前輩啦，喺香港劇壇係無線配音組嘅元老啦。佢把聲真係靚得不得了，唔係淨係靚，而且佢把聲音演繹情感故事係強到不得了。佢係一個你唔使睇佢個樣，唔使睇任何嘢，眯眼聽，你完全感受到晒個故事嘅感染力嘅人。佢把聲真係不得了。不過佢日常生活就唔知道。同埋佢算唔算係一位名人呢？對我嚟講係咯。在你表演生涯中，哇，學到最寶貴的一課是什麼？喺我表演生涯裏面學到最寶貴嘅一課啊，冇一課喎。我即刻諗起嘅就係要快樂先至想像力先會打開咯，即係一定要快樂，想像力先會打開嘅。如果你只能在劇中扮演一個如果你只能在劇中扮演一個物品，像椅子、燈或三文治，你會選什麼？為什麼？呢個 ChatGPT 都幾囂麻啊！會選什麼同扮什麼？三文治冇諗過去扮三文治咯。我會扮，以前我會講我想扮樹，因為我覺得樹係我中意樹咯。但係佢又好定咯，但係有陣時又好得意咯。但係而家咧，我諗到即係如果我有其中一個演員，佢係有部手機起身，我就會由頭到尾跟住佢咯，因為部手機會黐住佢啊嘛。OK， 我乜係傾偈就得㗎啦，即係有嘅喎，即係佢係不斷揾人傾偈嘅，咁佢就 warm up 完㗎啦，好勁啊！呢個幾得意。如果你一天內只能用一種表情嚟溝通，你會選邊一個咧？我估我揀一定唔係嗰啲好唔開心嗰啲啦，大佬好辛苦啊！你如果俾我揀，我梗係揀啲 hyper， 即係少少 hyper 嘅開心狀況咯。即係嗰啲懟咗嗰啲，即係我唔得嘅，即係懟咗幾杯咖啡咁咯。即係我咖啡因對我冇即係冇乜作用嘅。即係嗰啲懟完又對一啲飲咖啡提神嘅人嚟講，即係懟咗幾杯咖啡之後嗰啲狀況咯，好積極嘅個人，好 hyper 嘅。舞台劇表演同電影電視劇表演有乜嘢唔同？哇！我啲學生都問過啊呢條問題，有咩唔同啊？第一個就係冇得 take two 咯，好直接嘅就係但係有陣時咧，電影電視咧仲 intense 嘅，因為咧佢做好多 preparation 就係衝出嚟做一個鏡頭，可能個鏡頭唔係好長啊嘛。咁佢就好所有嘢攞晒落去做一個鏡頭嘅嘢，係 details 嘅 details 好多嘅，某程度可以。你知舞台就係觀眾咁遠，其實你做到好細嗰啲嘢，其實未必會睇到噶嘛。咁啊，好啦，暫時答到呢度。咁咧，好期待大家一齊嚟參與我呢個創作。咁希望大家盡快 send 啲問題俾我，我一定會盡我全力答嘅。